聖經哥林多前書5章第5節，要把這樣啲人交給撒旦，敗壞他的肉體，使他的靈魂在主耶穌的日子可以得救。嗱，呢一節聖經咧係非常之特別嘅，講到喺教會裏邊可能有人唔肯悔改，犯咗好嚴重嘅罪，可能係犯奸淫啊等等嚴重嘅罪，唔肯悔改。咁呢度話將佢交俾撒旦，讓佢能夠經歷嗰個嘅審判，或者經歷嗰一個嘅教訓，以至最終嘅目的係在主耶穌嘅日子，佢可以得救。求主幫助我哋，呢度俾我哋見到神嘅愛，俾我哋喺日常生活嘅裏邊，佢真係願意拯救，真係所有願意悔改、願意相信佢嘅人。佢用咗好多方法，叫我哋能夠嚟到去得救，能夠信耶穌，好得無比。求主幫助我哋快快嘅相信耶穌。我係鄧英善牧師。